不是这个戴口罩的是谁啊？雷子。那个谁呀？那他老板吗？移动公司是吧？啊，对，移动公司。啊，罗子立春。哎呀，没事。啊，有伞打的，伞打伞了！我操，直接挡了，打伞了！我操，雷子，我操，哎对，我操！为什么打伞呀？打伞啊！为什么打伞呀？还打这么高？打伞啊！为什么要打伞呀？为什么？他没有有里程。为什么要打伞啊？这打伞有一点。对呀，有点迷障了吧？对呀，有点迷障。为啥要打伞啊？谁啊？田雷。有点暴露了，我操，这背景。不是他以前从来从这里出来不打伞的。哎，出来了！我操！他打伞的是谁？那谁打伞？他是打伞的是谁啊？打伞的是谁啊？哦，他自己出来可以知道，那对呀，人打伞的是谁啊？我操！到底是谁的车呀？田雷！爸爸！我也想喊爸爸。不是，真的很奇怪啊！我操，走了。雷子就这样送参考答案，这是缓解尴尬的响指雷，这是开心营业的响指雷，这是忙于耍帅的响指雷，这是着急开饭的响指雷，这是藏了没藏好的响指雷。為浪，但是怕熟人。你愛路過去索取見聞，陌路人變得別有份好感。你熱愛別離，再合再離，似花瓣獻技，叫花粉遍地。Oh oh， 你在播弄這轉線遊戲，跟他結束，他與他在一起。你小心，一吻便顛倒眾生。給你拯救的體溫，總會再捐給某人。一吻便偷一個心，一吻便殺一個人。一寸敏感，一寸金，一臉崎嶇的旅行。一半夜情人，連續吻別人，讓你舊情人又為顧他人。每晚大概有上億個人，在地球上落力的親吻。你那習慣散佈給眾人，在地球上為走遍及世人。你熱愛別離，再合再離，似花瓣獻技，叫花粉遍地。Oh oh， 你在播弄這轉線遊戲，跟他結束，他與他在一起。你小心，一吻便顛倒眾生，一吻便救一個人，給你拯救的體溫，總會再捐給某人。一吻便偷一個心，一吻便殺一個人。一寸敏感，一寸金，一臉崎嶇的旅行。啊，你為何未曾盡興？這深交的愛情，消失的旅程。延展鋪天蓋地，學本領我。這吊詭的愛情，播種的旅程。見了他問他，他問他問他問他，延續愉快過程。他怎高興？何個他問他，他問他，再親你結束這旅程。多得你這殺星，你小心一吻便。
地球上為就遍及世人，你熱愛別離，再合再離，似花瓣獻技，叫花粉遍地。你在播弄這轉線遊戲，更在結束，他與他在一起。你小心，一吻便顛倒眾生，一吻便救一個人，給你拯救的體溫，總會再捐給某人。一吻便偷一個心，一吻便殺一個人，一寸敏感一寸金，一臉崎嶇的旅行。你為何未曾盡興？這深交的愛情，跳失的旅程，延展鋪天蓋地，學本領。這吊詭的愛情，播種的旅程，見了他問他，他問他問他問他，延續愉快過程。他真高興，下個他問他，他問他，再趁你結束這旅程，多得你這殺星。你小心，一吻便顛倒眾生，一吻便救一個人，給你拯救的體溫，總會再捐給某人。一吻便偷一個心，一吻便殺一個人，一寸敏感一寸金，一臉崎嶇的旅行。他問他，延續愉快過程，你我他真高興。他問他，延續愉快過程，你我他真高興。10個他，1000個他，因愛擴展的旅程。再趁你結束這旅程，多得你這殺星。你小心，一吻便顛倒眾生，一吻便救一個人，給你拯救的體溫，總會再捐給某人。一吻便偷一個心，一吻便殺一個人，一寸敏感一寸金，一臉崎嶇的旅行。他問他，延續愉快過程，你我他真高興。延續愉快過程，你我他真高興。10個他，1000個
轉線遊戲，跟他結束，他與他再一起。你小心，一吻便顛倒眾生，一吻便交一個人，給你拯救的體溫，總會再捐給某人。一吻便偷一個心，一吻便殺一個人，一寸敏感一寸金，一念崎嶇的旅行。讓半夜情人連續吻別人，讓你舊情人又維護他人。每晚大概有上億個人，在地球上落力的親吻，你那習慣散佈給眾人，在地球上為詐騙給世人。你熱愛別離，再合再離，似花瓣獻技，叫花粉遍地。你在播弄這轉線遊戲，跟他結束，他與他在一起。你小心，一吻便顛倒眾生，一吻便救一個人，給你拯救的體溫，總會再捐給某人。一吻便偷一個心，一吻便殺一個人，一寸敏感一寸金，一念崎嶇的旅行。你為何未曾盡興？這深交的愛情，消失的旅程，延展鋪天蓋地，學本領。這吊詭的愛情，播種的旅程，見了他問他，他問他問他問他，延續愉快過程。他真高興，何講他問他，他問他，再親你結束這旅程，多得你這殺星。你小心，一吻便顛倒眾生，一吻便救一個人，給你拯救的體溫，總會再捐給某人。一吻便偷一個心，一吻便殺一個人，一寸敏感一寸金，一念崎嶇的旅行。他問他，延續愉快過程，你我他真高興。他問他，
遊戲，今早結束，他與她在一起。你小心，一吻便顛倒眾生，一吻便救一個人，給你拯救的體溫，總會再捐給某人。一吻便偷一個心，一吻便殺一個人，一寸敏感一寸金，一臉崎嶇的旅行。啊，你為何未曾盡興？這塑膠的愛情，消失的旅程。延展鋪天蓋地，學本領我。這吊詭的愛情，播種的旅程。見了他，他問他，他問他問他問他，延續愉快過程。他真高興。下個他問他，他問他，再親你結束這旅程。多得你這殺星，你小心，一吻便顛倒眾生，一吻便救一個人，給你拯救的體溫，總會再捐給某人。一吻便偷一個心，一吻便殺一個人，一寸敏感一寸金，一臉崎嶇的旅行。他問他，他問他問他，延續愉快過程，你我他真高興。他問他，他問他問他問他，延續愉快過程，你我他真高興。十個他，千個他，恩愛擴展的旅程。可能想去尝试一些还是当下比较适合我的反差角色吧，比如说可能是反派啊、易碎啊，人物的成长过程比较丰富的一个角色。我觉得两者可以合二为一，因为我可能喜欢简约，然后运动一些，但是上面有一些小的细节。